迎夫人。四弟，姐姐来了。姐姐，你笑什么？四弟，姐姐笑你当日也是在这成明殿里，你把从膳房偷来的膏粉倒在自己的头上，扮作老翁。如今，寡人真的老了，要携姐姐一步而去了。四弟，你别说这种傻话。不，寡人时日不多了，心中有一事未了。此事重大，想托付给姐姐呀。四弟，母亲，阿才，把帛书拿来。是。迎夫人。有些事，寡人不做，死不瞑目。眼下这事，只好托付于你。你这是何意呀？今日之事，有许多不得已，所以后果难料。因此，寡人必须有所准备。到时候，全靠你拿出这道诏书来平定天下。四弟，眼下，寡人能够信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倘若这种情形没有发生，那么在你起事之前，就把这道诏书烧了。万一姐姐命薄短寿呢？四弟，四弟，四弟，那大姐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大王，你放心吧。大王召见，诸卿大夫、各位公子、各位夫人觐见。
父王，长帝之话，恶不为为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父王，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实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，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誓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誓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，臣在。宣旨。太子大，自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朱清了。臣遵旨。